每一集嘅講講靈異同大家見面，又代表每一個星期五嘅 Happy Friday 又到啦。每個星期五放咗工之後，會唔會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出去出邊食下飯嘅？又或者逢星期五夜晚揾啲節目同朋友屋企人見下面，相聚開心嘅時間。同屋企朋友見面嘅時候，除咗閒話家常，講下呢個禮拜大家做咗啲乜嘢之外，會唔會都會講下靈異故事嘅？如果因為恐怖唔夠膽講，唔緊要，逢星期五夜晚公餘嘅時間，返到屋企沖完個涼，坐喺度打開個 YouTube， 等我迪迪喺講講靈異同你講今集嘅靈異個案。呢一集嘅投稿個案係嚟自一位做夜間保安嘅網友投稿提供嘅。我諗大家同我一樣都會喺度諗，做夜間保安其實係咪真係咁恐怖？我本人冇做過，我真係唔知，但係自己都親眼見過自己住嘅地方，如果有空中飛人，保安員都要出去出邊處理。如果喺樓層單位上邊遇到有意外又或者係命案，保安就分分鐘比差人更加早要到。呢一啲咁突然意外嘅事未必經常發生，但係其實每一日大家喺屋企入邊高床暖枕瞓緊覺嘅時候，大廈嘅保安就由頂樓一路由樓梯好靜咁樣巡樓，一步一步咁樣巡，仲要簽保落到去大廈嘅樓下。好多人話我係驚窮鬼多過見真鬼，但係當你嘅工作真係見到有靈體嘅時候，你又未必係咁講。喺分享呢一個個案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啊，打開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跟住落嚟要分享嘅呢一個靈異個案都會經過我稍為修改，再用記錄式轉述嘅方法去同大家演繹噶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馬上同大家分享呢一個靈異個案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，香港有好多嘅屋邨，又或者舊式嘅住宅，夜晚一過咗凌晨2、3點之後，就會變得特別靜。尤其係後樓梯，日頭就算同夜晚一樣冇乜人行，但係如果你身處喺條樓梯入邊，你都隱隱約約仲會聽到樓梯以外可能有一啲嘅車聲或者街外邊嘅聲。無論點樣靜，你都唔會有一啲嘅心寒嘅感覺。但係如果當你凌晨一個人攞住鎖匙喺幾十層高嘅大廈入邊巡樓，四周圍靜到淨係得返自己腳步聲嘅回音，嗰種壓迫感真係唔係人人頂得順嘅。所以一直以嚟，坊間都流傳住唔少關於夜間保安巡樓撞鬼嘅傳聞。有人話聽到後邊有腳步聲，亦都有人話當你搭 lift 嘅時候，明明部 lift 冇人撳掣，但係部 lift 就會停咗喺某一層。仲有一啲更加恐怖嘅，就係喺後樓梯見到一啲唔應該出現嘅人。而呢一集要分享嘅呢一個靈異個案，就係一位保安員化名阿偉嘅親身經歷。而佢嘅經歷，成件事嘅起因竟然同一部用嚟保平安嘅念佛機有關。當事人阿偉表示，佢以前未做保安之前，成日聽人哋話夜晚嘅保安係最邪門，尤其係喺屋邨巡樓嘅時候，成日聽埋好多話凌晨2、3點一個人喺後樓梯行上行落，隨時會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。當時阿偉一直覺得呢一啲都係都市傳說，啲人吹出嚟嘅啫，邊有咁猛啊？但係直到2024年頭，一路做工程業嘅阿偉就跌咗入去失業大軍，經濟即時陷入困境。
跟住佢就即刻去考咗個保安牌，亦都經朋友介紹之下，佢就入咗一個舊嘅屋村做夜間保安。呢一日佢就嚟到麗瑤村下邊嘅麗景村返第一日。佢嚟到佢要負責嗰一座大廈嘅客 𨋢 大堂，佢就問負責交更俾佢嘅早更阿叔：師傅你好啊，我係阿偉啊，我第一日返工㗎咋，以前冇做過保安啊，有啲乜嘢要注意啊？呢位保安嘅阿叔就好似唔多講嘢咁樣。阿偉同佢講完嘢，佢都冇睬阿偉。佢執好晒個袋，跟住準備行嘅時候，先至擰住面同阿偉講咗一句：做保安唔好咁多嘢講，聽到聲唔好咁八卦，巡樓唔好亂咁望亂咁講嘢。阿偉當時就笑住咁樣答阿叔，佢話知道，但係其實心入邊都有少少驚。於是到咗第二日放工，佢就專登去咗廟街買咗一部好細部嘅念佛機，諗住掛住喺條腰嗰度就可以保到自己平安。之後幾個月一直都相安無事，每晚巡樓就會開住部念佛機不停咁樣播住。佢話咁樣起碼令佢冇咁驚，但係直到呢一日，阿偉就收到寫字樓嘅通知，佢就被調派咗去另外一座樓嗰度負責夜更。去到凌晨嘅時候，阿偉如常由大廈嘅高層開始一路準備巡樓到去地下啦。巡樓一般唔會坐 𨋢 噶，會沿住樓梯一路咁樣行落去。當阿偉一路行嘅時候，落到差唔多接近底層嘅位置嘅時候，喺後邊嘅樓梯轉彎位有個人影閃過。佢即刻擰轉身，但係身後邊一個人都冇。太攰啫，錯覺嚟嘅，唔好自己嚇自己。阿偉就喺個心入邊係咁喺度自己安慰自己，話自己可能係太攰錯覺，跟住佢就冇理啦。但係點知由呢一晚開始，佢越嚟越經常有呢一種感覺。總言之，每一晚巡樓去到低層位置嘅時候，就會有人跟住自己。好多時都係喺呢一座樓低層樓梯嘅轉角位置，佢嘅眼尾就好似見到下邊有個人企咗喺度。但係當佢望清楚嘅時候，就乜嘢都冇。阿偉就繼續唯有咁樣自己安慰自己。總言之，你冇現身出嚟，就當冇嘢發生就得噶啦。阿偉以為自己咁樣諗就會冇事，但係點知直到另一件事發生，就喺呢一晚嘅凌晨2點幾，阿偉就喺高嘅樓層一路沿住樓梯巡落去啊。當佢行到落去大概5樓嘅時候，佢就聽到喺樓梯下邊嘅下層有一聲大門閂埋嘅聲。阿偉心諗應該係啲街坊或者係住客出入閂門嘅聲啫。佢繼續一路落樓梯向住下邊行落去巡樓嘅時候，佢落多一層，又聽到同樣嘅聲，個感覺就好似有人喺走廊走翻入屋閂埋門咁嘅聲。阿偉以為只係有街坊住客可能行入去後樓梯嗰度掉垃圾，但係佢都決定加快腳步咁樣追落去睇下究竟發生乜嘢事。但係奇怪嘅就係，無論阿偉跑幾快落去，下面始終會傳嚟一下嘅閂門聲，永遠同佢保持1層樓嘅距離。4樓、3樓、2樓，完全係一模一樣，就好似有個人一直喺佢前面，阿偉永遠追唔到咁樣。最後阿偉一路走到落去地下，
結果由頭到尾佢連一個人影都冇見過。翻到落去客 lift 大堂之後，阿偉行翻埋去座頭望下啲 lift 嘅閉路電視，咁夜所有 lift 冇人係正常嘅。阿偉再望下，所有嘅 lift 其實停晒喺度，根本都冇喐過，尤其是低層嘅 lift，基本上就已經停咗喺支樓，冇喐到。都係嗰一句，阿偉冇見到嘢就當冇嘢發生噶啦，所以冇將呢一件事放喺心上邊。但係之後類似解釋唔到嘅事情就越嚟越多。佢試過有幾次，佢諗住搭 lift 上去巡邏嘅時候，喺地下入 lift，入咗 lift 之後撳閂門掣，個 lift 門就閂埋。但係閂到差唔多一半嘅時候，個 lift 門自己又彈翻開。而最奇怪嘅就係，阿偉話個 lift 門彈翻開，佢再撳閂門，部 lift 門差唔多閂埋嘅時候又彈翻開。當佢以為係機件故障嘅時候，點不知呢幾次遇到咁奇怪嘅事，竟然佢開口講咗幾句說話，個 lift 門就閂得埋。據佢所講，喺冇辦法之下，佢講咗呢幾句說話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做嘢噶咋，做嘢噶咋，巡樓巡樓巡樓，等啲治安好啲，都係想大家住得舒服啲噶咋，幫幫手幫幫手，做嘢噶咋，唔好搞我。而有時喺巡樓嘅時候，明明一路落樓梯，淨係得自己嘅腳步聲，但有時總會隱約聽到身後邊好似多咗另外一組嘅腳步聲，而呢一啲嘅腳步聲永遠都會由5樓開始。阿偉話佢試過專登停低，發覺個腳步聲又即刻停低，佢一行，後邊個腳步聲又跟住行，佢唔敢擰轉身望，佢就喺褲袋揞個手提電話出嚟，用手提電話未着黑掹掹嗰個芒反射後邊睇下有冇人跟住自己，但係就乜都睇唔到。佢話雖然試過有幾次有腳步聲一路跟住自己，佢好驚，亦都唔知發生乜嘢事，但係都係講翻嗰句，至少唔會俾佢見到，唔會現身俾佢睇到，咁佢都仲可以接受。直到有一晚凌晨3點幾，阿偉坐咗喺樓下管理處座頭嗰個位置，一個做咗20幾年保安嘅阿叔突然間就推閘行入嚟。喂，阿偉，食嘢先啦，糖水嚟噶。我老婆煲咗好大煲好多所以我攞啲翻嚟半夜俾大家當係宵夜食下。阿偉就一路食一路同阿叔傾偈，傾下，阿叔突然間就問咗阿偉一句：咦，阿偉，你條腰成日綁住呢部咩嚟噶？呢部念佛機嚟噶，我巡樓時候用噶，一路播住保平安啊嘛。阿叔皺一皺眉頭，然後望住阿偉攬喺腰嗰部念佛機。阿偉見到阿叔皺晒眉頭，都忍唔住問佢：喂，做咩啊？咁古怪啊？我部機有問題。阿叔反問翻阿偉。阿叔話：你近排係咪成日覺得有人跟住你？阿偉聽到阿叔咁講之後，成個人即刻呆咗，因為呢一件事佢從來冇同人哋提過。阿叔竟然一開口就講中，跟住沉默咗一陣之後，阿叔慢慢開口同阿偉講：其實有一啲嘢唔係會驚佛經嘅，反而係中意聽添嘅。阿叔同阿偉講話，佢以前略略都學過一啲同道家有關嘅嘢，曾經亦都有啲老師傅同佢講過，我哋人睇唔到嘅世界，其實同我哋一直重疊存在緊。平時我哋唔會搞到佢，佢哋亦都唔會搞我哋，我哋大家互不相干嘅。但係念嘅某一啲嘅佛經經文，又或者係法器，就好似黑暗入邊嘅一支電筒咁，原本附近嘅嘢未必留意到你，但係如果你長期帶住喺度播嘅話，就好似不停咁樣向住四周圍發出一啲信號，有啲善意嘅會俾你吸引，有啲唔善意嘅同樣會俾你吸引埋嚟。阿偉聽完阿叔咁講，成個人好似醒咗咁，同埋好似有人幫佢解開咗個謎底一樣。喺嗰一晚聽完阿叔講完之後，阿偉開始留意
佢發現每一次巡樓嘅時候，只要佢開住部練佛機，一落到5樓嘅時候，嗰一啲開始喺佢後邊跟住佢嘅腳步聲就會即刻出現嘅，但係一熄機，啲腳步聲就會即刻消失。最後阿偉決定鼓起勇氣，佢決定帶埋呢一次練佛機返工之後，以後都唔會再帶練佛機返工。呢一晚同平時一樣，係凌晨2點幾，佢一路由高層巡樓行到落去5樓嘅時候，阿偉企咗喺度唔喐，用隻手撳停咗部練佛機，成條樓梯突然間靜晒，而嗰一種一直好似有啲嘢跟住自己嗰種壓迫感，突然間好似慢慢消失咁。正當阿偉鬆一口氣，仲喺度諗，阿叔講得好啱喎，一熄咗部練佛機就好似鬆晒咁喎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喺樓下突然間傳嚟一下腳步聲，今次嘅腳步聲唔係喺自己後邊，係喺樓下傳嚟嘅。係一啲向住樓下跑落去嘅腳步聲，由5樓對下嘅樓梯，一路4樓、3樓、2樓，一路咁樣跑落去，啲聲一路越跑越遠，越跑越遠，最後淨係聽到一聲好細聲嘅閂門聲，嗰啲腳步聲就好似完全消失咗喺黑暗之中咁樣。自從嗰一晚之後，阿偉就再冇帶過嗰部練佛機一齊返工，而最奇怪嘅就係，所有嘅怪事亦都同時消失晒，再冇感覺有人跟住自己，冇再聽到多出嚟嘅腳步聲，亦都冇喺眼尾嗰度再見到有人影閃過。阿偉喺呢一條屋村入邊大概做咗大半年度嘅時間，畢竟地盤有公開啦，人工相對亦都比保安高好多，所以佢就冇再做落去，絕對唔係因為靈異嘅事而令到佢辭職。當年究竟係佢自己嘅心理作用啊，定係真係有一啲肉眼睇唔到嘅嘢一路跟住陪住佢巡樓？而佢遇到嘅怪事係咪真係好似嗰個阿叔所講，一啲肉眼睇唔到嘅靈體，佢哋倒翻轉可能係中意聽佛經而跟住你？其實關於佛號、佛經嘅經文同埋法器，到底係保護人啊，定係反而會吸引咗一啲肉眼睇唔到嘅嘢嚟呢？一直都冇人可以證實。但係總有一啲民間嘅傳聞認為，當一個人長期接觸一啲宗教物品嘅時候，就唔一定只係吸引到一啲善意睇唔到嘅嘢埋嚟你身邊。當然，以上嘅故事只係當事人親身分享嘅經歷，究竟係心理作用、工作壓力造成嘅幻覺，定係真係有一啲嘢一直喺阿偉身邊徘徊呢？相信只有佢自己先知道。如果當日嘅阿偉係你又會唔會繼續帶住嗰部練佛機巡樓？歡迎大家留言講下，你對於練佛機嘅睇法又係點嘅呢？你認為係真係可以辟邪啊，定係反效果會引到一啲嘢嚟呢？呢一集嘅講講靈異，同大家分享網友化名阿偉投稿嘅靈異個案，就分享到呢一度為止。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啲更加恐怖嘅靈異個案啦。多謝大家嘅收聽。